大王爺的事，王爺就这么算了吗？不然如何？为何不把真相告诉皇上和皇后呢？怎么，有话要说？啊，不是。既然王爷心意已决，在下也不多說什麼了。不過，王爺，這盤棋，王爺怕是輸了。罷了，本王輸了。老規矩，想要什麼說吧。這次，我想問王爺一件事情。但說無妨。住在府中的那位姑娘，王爺要如何處置啊？你為何對此事感興趣啊？前幾日一回城，就聽到謠言，說一向不好女色的三王爺，在府中藏了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。我一開始不信，直到昨天進門的時候，剛好撞見了這位想翻牆逃走的尹姑娘，所以好奇，忍不住問一問。她想逃走？啊，不過王爺，你不用擔心，依在下看來，她沒有武功，此法可能是不行了。算了，你既然問了，我也直說無妨。這個尹晴柔來歷不明，對本王不恭不敬，所以，在我馴服她之前，她都是本王的奴隸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受寒了？要不我們回去吧？沒事兒沒事兒，我可不是什麼弱不禁風的大小姐，肯定是謝延啟這個王八蛋在背後罵我來着。小姐，你可不能直呼王爺的名字，這可是大不敬，要殺頭的。你不說我不說，還會有誰知道啊？我知道。杜姑。啊，喜兒，下去吧。我陪尹姑娘走一走。OK， 是。哎，上次的事情你有沒有告訴謝延啟啊？我告訴了。你怎麼能告訴他呢？你答應我保密的，你怎麼又說了？如果我不告訴王爺的話，王爺怎麼知道你那麼想出府？怎麼會命我帶你出去散心呢？真的假的？他謝延啟有那麼好心，讓你帶我出去玩？王爺吩咐天黑之前回來就可以，我看差不多還有3個時辰吧。那現在就走。哎，走。沒錯。哎，老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来套套服。这样子，这个你。这个。上
你笑什麼笑？沒見過美女吃飯啊？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靈齊王虐待你，不給你飯吃呢。你懂什麼呀？吃飯也是得看心情的。在靈齊王府那個破地方，給我吃龍肉我都不覺得香呢。哎，你要是把你家天龍關住了，你看他還吃不吃飯？沒人關得住天龍。唉，我竟然連隻狗都不如。哎，對了，王爺一向待你不薄，全府上下把你當貴賓一樣對待，你為什麼非要逃走啊？哎，我不能總待在那個地方是吧？再說了，就算謝延琪他不殺我，也會把我悶死的。而且我是要回家的。哎，跟你說這些你也不懂。那你為什麼沒有逃走啊？我逃了呀！你撞見我那天我逃了，可是全被你家天龍給攪和了。哦，這麼說的話，我欠你一個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獨孤有債必還。那你打算怎麼還啊？你能幫我逃走嗎？算了，我會自己想辦法的。再說，我就不信謝延琪他能困得住我。好吃。姑娘請慢用，我到附近轉一轉，稍後便回。你放心吧，這些我全部能消滅，消滅不掉我就打包帶走，絕對不浪費。哈。尹姑娘，我們還會再見面的。好，再見。再見面？難道他要丟下我一個人走掉嗎？他怎麼這麼大膽，一個人上街帶這麼多現金，不怕被打劫啊？哎，他要不是把我一個人扔下走掉，那我就可以扔下他走掉了。親愛的玩具們，我要跟你們再見了，帶上你們也是個累赘。拜拜。我這還沒着手呢，怎麼就來出租車了？尹小姐，您剛刚買的東西忘記拿了，在下已經幫你放到馬車上了。我就知道，哪有這麼好的事兒？說到底還是找人看着我。哎，独孤猿呢？讓他趕緊過來，本小姐可不想等人。獨孤先生說了，不用等他了，小姐想去哪就去哪。我想去哪就去哪。那我想出城可以嗎？可以的，小姐。